蒋大人，干嘛呢？下官灵州刺史蒋正阳见过宁将军。下官不喜饮酒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心。我这一路都在观察你，你身为灵州刺史，与知府的权力相当，但是却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这指甲上还有泥，是长期干活导致的吧？你和里边的那帮贪官不一样，你是个好人。下官愚钝，不懂宁将军所言。蒋大人是不是忘了，我可是监察司的人，进了监察司的大牢，就没有撬不开的嘴。宁将军这是要栽赃陷害，滥用职权吗？都是聪明人，何必呢？你刚才看我在里面放浪形骸，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宁将军先前也不像是装。你忘了我刀斩国舅的事儿啊？我此番前来，是为了灵州匪患一事。我先问你个问题：灵州一共有7个县，为何只有阳安县闹匪患？看来将军是有备而来。我受陛下嘱托，此番剿匪，势在必行。阳安县四周山高林密，更适合山匪躲藏，剿匪也更加困难。我知道的，蒋大人，我就是阳安县长寿村的人。我此番奉旨剿匪，若是不把那些贼寇除掉，我是不会离开灵州。蒋大人，说点有用的吧。下官就赌一把，请将军受我一拜。无需下跪，咱们起来说话。请。据下官暗中调查，阳安县的山匪是突然出现的，他们像是带着某种目的，只劫掠阳安县的长寿村。官府多次派人清剿，收效甚微，可这银子却没少花。你是说他们拥寇自肥？剿匪需要银子，可这些银子从哪来呢？自然是得百姓讨。现在灵州各县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，叫做剿匪税。剿匪税？就阳安县1个月收上来的剿匪税就有几万两银子，可这些银子的支出却没有明确的记录，只是说用来剿匪。那百姓就没有怨言吗？有怨言又能如何？下官多次给朝廷递过奏书，可最后全都石沉大海了。蒋大人，你身为刺史，有面圣之权，为何不进京面圣？下官无惧生死，可上有老，下有小。下官还有一个线索。下官这些年深知此事绝非那么简单，便暗中派亲信去查探，发现他们在长寿村的山上挖某样东西，还在河边伐树。下官确实想要探明此事，无奈我刺史实权早已被架空，他们官匪一窝，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这就是他们伐木营地之所在。又在山上挖东西，又在河边伐木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将军，此事绝非那么简单，还请将军多加小心。潘大人，金衣。宁将军回来了，这是何意啊？诸位大人别慌张，我刚刚接到消息，有匪徒进城，其目的就是诸位大人。走。诸位大人还请待在这里，有我的人保护你们，你们大可放心。待我剿匪成功后，大人们也就安全了。宁将军，我身为灵州知府，有匪徒作乱，我岂能躲起来弃百姓不顾呢？张大人真是个好官啊！不过呢，诸位大人都是文官，像这种舞刀弄枪的事情，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吧。
宁将军远道而来。老潘，在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将军放心，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是。娘的，这家伙想软禁我们，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圣上御剑在此，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得令。张大人，再喝一杯啊！怎么样，报告？哎，都按你说的，安排好了。你怎么喘成这样？这是个上坡啊，这是。最近没运动吧？怎么虚成这样？你才虚。走，咱们去一探究竟。领导视察，哥几个，把手头的活都放一放啊，放一放。来，车停了，停那儿啊！哎，好。小爷我呢，今天来你们这儿，想来选点木头，回去啊填海造林。你们这儿谁是老板呢？管事的呢？啊，我就是这里管事的，叫我大高个。你就是管事的？怎么了？不像吗？看你们这穿着，不像是来买木头的，像是来惹事儿的吧？再不滚蛋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监察司，板，例行公事，都给我老实点啊！二位大人，我们都是长寿村的村民，在这里砍伐些木材，回家盖房子用。刚才多多得罪，请原谅。长寿村离这儿10几里地吧？你们跑这么老远来采木头，回家盖房子，哼，这理由说出来，你自己信吗？大人，这里的木材年份长啊，拿回去都是做房梁用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木材看起来确实不错。碎石？这是金矿石。把金矿石藏在木头里，准备，然后顺流而下的扔到河里。看你这个头不大，脑袋还挺好使。说吧，谁的主意？大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还是少管闲事的好。金矿属于朝廷，你们敢私自盗挖，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好大的官威呀！一边去！你就是这儿的水龙头啊？如今人赃俱获，准备好束手就擒了吗？天高皇帝远，在这阳安县长寿村，老子说了算。既然如此，那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，杀了他们！杀！动别动！
你啪啪啥呢？啪啪！老冯呢？问谁呢？老冯啊！还他娘的唱上了，干他！别动，不许动！老实点，蹲下！不许动！都给我听好了啊！监察司办案，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什么玩意儿？能要你命的吗？你别以为这点小把戏就能吓到老子！呀，还是个硬骨头呢！啊！明神，把枪给我，我轰他几个窟窿，看他身上长了几个什么东西，招惹我们监察司。哎呀，这时候吓着你了。将功补过嘛。嘿，你就是宁晨？原来你听过我的名号啊！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啊？你现在犯的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别想等着三堂会审的时候钻娄子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给我激怒，我分分钟就把你给……啊！我劝你最好放了我，你怕是不知道抓了我，得罪的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大人物有国舅爷大吗？哦，我连国舅爷都敢斩，你们这一个小小的灵州能出什么样的大人物啊？再说了，就算灵州真有这么一号大人物，他能保你这么一个小小的匪头？大不了老子吃几年牢饭出来，老子还是条好汉。哟，还挺押韵，没想到是个 rapper 呢。不过你还真是有点分不清大小王啊！你现在的命可是在我手里头，明白吗 ？rapper 什么意思啊？就那个意思。来，你想想啊，我斩了国舅爷，陛下没说啥吧？没说啥。那我都刀斩国舅了，陛下都没说啥。那你觉得我跟陛下是啥关系呢？是什么关系？难道你是他私生子？哎，这事儿你怎么能说出来呢？你长没长脑子啊？这样吧，把你知道的那些事儿，1、5、1、10的全部告诉我，我动用我爹的关系保你一命，怎么样？等真。哎，我说，是灵州知府张元苍。我本来就是这儿的无业游民，被他收入麾下，就替他做些见不得光的事情。那开赌场啊，开青楼啊，又在这儿挖金矿，太不是东西了，真是个狗官呐！狗官。那我想知道，这些金矿最后是会落到张元苍的手中，还是会被运输到其他的什么地方？有一次，张大人那狗官喝多了。我听他说，这个金矿石炼成黄金之后啊，要秘密送往京都。送往京都，发现金矿还敢私自开采，此人胆子不小啊，说不定还身居高位呢。难怪蒋正尧每次上奏，奏书都会石沉大海，说不定他们上面还有人。你等会儿，这奏书要想呈上的话，得先经过内阁审阅。难道这幕后之人权力之大，能染指内阁？能做到这些的都有谁？不多，全公公、左相、右相，还有宫中的皇子们。宁殿下，我知道的可都说完了，你可要信守承诺呀。什么承诺呀？不是你爹不是？哎，别造谣啊！我懂，我嘴严。不行，这个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了。你看嘴就不行。殿下，
我还知道一个秘密，能不能换我一条命？你看我就知道他嘴不严吧？就是。那你说说吧，我看看这秘密值不值得我保你一条狗命？殿下，你母妃是被人害死的。什么？小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有一次，我跟那狗官喝酒，正好谈论着您的诗词。那狗官说：“诗词天下无双又如何？连自己的母亲被人害死了都不知道，就是个可怜虫。”再给我说一遍。这是那狗官说的，小的不敢欺瞒殿下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小的也不知道呀。这狗官就说了这么多，小的也不敢打听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。老高，让他带路，去把金矿封了。是。老方，这事和阳安县的县令脱不了干系。回去之后立刻提审。行，知道了。你们回县衙等我，我要去找张元仓。潘锦衣，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要一直关押着我们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无端扣押朝廷命官，本官要上奏书，御前参你。潘锦衣，听见了吗？没有证据，就算是监察司也无权扣押朝廷命官。宁臣年少气盛，你可千万别跟着他意气用事，毁了自己的前程。酒不错。回来了。呀，宁将军，在场的可都是朝廷命官，你把我们扣押在这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若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本官定要上奏朝廷，讨个说法。这可怎么办？宁臣，本官好歹是灵州知府，你敢如此辱我？本官定要告御状，讨个说法。宁臣，别松动。是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！灵州知府张元仓招募无业游民，私自盗挖金矿，让人假扮山匪残害百姓，罪无可恕，其罪当诛。宁臣，你说这些话可有证据？你胡说！我没有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山匪头已经被我拿下，阳安县的县令也被我控制。张大人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足以让你三族尽诛。金武满口胡言，不可相信。金武，你都知道他叫金武了，露馅了吧？啊！私自盗挖金矿，幕后之人必定位高权重，神通广大。若是我们把他们押回京城受审，怕是到半路，他们就会被人灭口。那就就地审理，我要亲自审讯张元仓。姓宁的，你敢私设公堂？就算是我有罪，那也是有三司有刑部，也轮不到你。老潘，我知道了。陛下赐我御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御剑所在之处，便是公堂。张大人，咱们来聊聊金矿的事儿。金矿？什么金矿？不要！
他的下半身脱去喂狗，把第2个狗官带上来。分尸。张大人说什么呢？监察司可不会滥用私刑啊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并非主谋，如果我把罪名写轻点，此事说不定还能有转机。宁晨，你不是不动私刑吗？可这是公开审理啊，张大人。老潘，啊，小点声。我也不想啊，他不老实交代啊。不招，那就斩了。啊！别害怕呀，张大人。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？聊到了事情有转机。聊完了没？该给我用刑了吗？没聊完呐！大人，我全部交代，是马开成。马开成又是谁？马开成他是左相府的人，他刚来到灵州时就住在我的府上。他来的时候身边可带着几个江湖奇人，那些个人个个都有分金定穴的本事。这个金矿石就是那几个人找到的。左相府啊，往来可有密信？那倒没有，都是马开成带来的口信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咱们定不了左相的罪呀。即便定了他的罪，他也可以推给马开成，或者干脆杀了马开成，来个死无对证。那这张元仓留着也没什么用。没有了。我有用，我还有账本，上面记录了灵州城所有铁两黄金的走量，还有灵州所有参与其中的官员。啊，大人，我还有这个。监察司要派，看来他们就是利用我监察司的身份，往来京都运送黄金的。真行啊！咱们监察司也出了内鬼了。等我查到是谁，我一定宰了他。别冲动，这件事儿此事体大，等你我回京，还需细细探查。好。张大人，现在聊聊我母亲的事儿吧。金武都已经招了，他说你告诉过他，我母亲是被人害死的。这个人是谁？金武这个狗东西！大人，你别杀我！我都说，害死你母亲的人也是马开成啊！接着说。是，大人，其实马开成就是因为你的母亲来的，那些个江湖奇人都是我编的幌子。8年前，你母亲在长寿村发现了金矿石，他知道这个隶属朝廷，于是便要上报州郡。我知道这些事儿根本就不是我能左右的，于是我便知会了左相。马开成就是左相派来的。杀我母亲灭口！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实话？我怕你一激动把我给杀了呀！哦，对了，这只是其一，还有其二。马开成现在全盘接管金矿，我只是负责挑选人手、安排运输，其他的我是一概不知啊。左相，又是左相！老潘，你接着审。我现在就去找马开成。陈子，老静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现在一定要忍住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把那3个人带上来。跪下！滚！好啊，你们竟然敢阴我！对你这种人，用得着玩真的吗？陈子，
现在最主要的是这几个人该怎么办？贴书告示，将张元仓等人斩首示众。将军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了呀。把他们带下去。带下去。大人，敬臣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把他们杀了就死无对证了。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好小子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欺君要死人的。形势逼人，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承担。我与你一起担。陈子，现在把他们藏哪儿啊？把他们交给蒋正阳。蒋正阳，此人为人正直，金矿的线索就是他提供给我的。好，老潘，封锁消息，找几个可靠的兄弟，找到马开成。如果左相知道了消息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一切等咱们回京以后再说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陈子，此番势必就要上战场了，你能行吗？我没事。臭小子就嘴硬。这几天好好歇歇，未来还有一场大仗等着我们呢。好。您肯定也知道，我其实不是您的儿子，但是我占了这副身体，那我就应该称呼你一声母亲。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待久了，我愈发的觉得，我就是您的儿子，宁晨。当我得知你是被人害死的时候，我心疼得无法呼吸。清醒之后，我就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替您报仇。您放心，那些伤害过您的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，权力有多大。母亲，您在那边看好了，此番事后，宁晨二字将会响彻天下。相爷，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儿？灵州金矿被宁晨给毁了。你说什么？相爷息怒，幸好宁晨意气用事，将张元仓等人全部斩杀。如今死无对证，应该不会连累到相爷。冲州之案后，灵州是我们最大的财路来源，没了钱，我拿什么跟上面交代？我拿什么去收买人心？这个野种，他怎么敢？相爷，还有一事。我得知消息以后，第一时间赶到马开成家，但马家已经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一封书信。你是。左相大人，马开成在下带走了。听说
左相大人与陀罗国左庭王私下来往甚密，不知陛下可知此事？宁臣远赴北境，若凯旋归来，马开成人间蒸发；若宁臣有个3长2短，马开成就会出现在陛下面前，还请左相大人三思。相爷明鉴，绝非小人所为啊！您想想，如果您出事了，奴才也死罪难逃啊！与陀罗国合作的事儿他都知道，会是谁呢？从今天开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查到这个人，明白吧？是。还有，告诉我们在北陵关的人，绝不能让宁臣活着回来。是。还没吃够啊！我不是冷吗？想不到这北陵关还是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镇美将军梁景武啊，他是咱大选的一员虎将，据说啊，也是陈老将军的旧部。难怪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我糖葫芦，呢？我不吃。您就是宁将军？这位阁下是？见过宁将军。末将廖兴文是梁将军的副将，奉梁将军之命，特来迎接。有劳廖副将，带我去见梁将军。宁将军，请。末将宁臣见过梁将军。见过梁将军。宁将军不必如此多礼，你是陛下亲封的北伐大将军，虽然与我同级，但是陛下有旨，你为主，我为辅。他何德何能？怎么能让我们将军为辅呢？怕不是从京城来的纨绔前来镀金，无言正气。嘿，我这……陈老将军传信给我，说你文武双全，你写的诗句我看过，的确不错，不知道武艺如何，可否与本将军切磋一番？这是要给我下马威？宁臣，梁将军是3军统帅，武艺非常人所能及，即便是我，也不敌。梁将军，你莫非是为难我们宁臣啊？哼！你要是不愿意，也无妨。梁将军，请吧。宁将军真是能文能武，老夫佩服。他故意输给我，是帮我立威。莫非是陈老将军让他特意关照我的？梁将军，承让。1个月前，左庭王派出1万大军被我击溃，现在应该兵力不足，所以派出小股骑兵反复侵扰。梁将军确定左庭王兵力不足？陀罗国总共也没有多少兵力，左庭王镇守陀罗国以南，我们之前经常打交道，总共也就5万的兵力。上次被我击溃1万，逃走几千，再加上我得到的消息，陀罗王朝派走了3万兵力，所以左庭王现在的兵力应该不足2万。可是陀罗国为何要调走左庭王的3万兵力？陀罗国好战，不仅仅只对我们大玄开战。我们探子亲眼看到3万大军开拔，离开了左庭王的大营。宁将军，那儿就是左庭王的大营。是的。他就不怕我们直捣黄龙？那条山谷地形险恶，我们之前吃过几次亏，也不敢贸然进军，所以一直僵持着。
3万大军都调走了，大营竟然不后撤。臣子，我们回来了。查得怎么样？那帮陀罗国的孙子，每次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没等抓呢就跑没影了。可不嘛，城外那帮难民啊，吓得都不轻，现在啊躲城墙底下呢。唉，无家可归，可怜呐。宁臣，梁将军到了。宁将军几天不出帐篷，是在推演沙盘吗？有没有想出什么应敌之策？梁将军，我要出兵。啊！臣子，你疯了！陀罗国军营前两侧山峰就犹如刀刃，直插云霄，就剩下中间古道，易守难攻。我之前也不是没有出过兵，就是因为这地形地势惨遭埋伏，损失惨重。我知道宁将军杀敌心切，但打仗切不可纸上谈兵了。将军，根据我分析的结果，我敢断定，半个月内必然会有一场恶战。此话何意？我来这里之前见过陈老将军，他告诉过我，陀罗国往年的烧杀抢掠没有今年严重，眼下马上就要入冬，左庭王粮草不足，他们肯定想干一票大的。你是说，他们这几次对我们的骚扰，是为了麻痹我们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竭，每次都派一小股骑兵前来骚扰，小打小闹，这样可以让我方将士产生轻敌之意，放松警惕。难怪陈老将军说你是大将之才，他老人家的眼光就从来没有出过错。梁将军谬赞了，将军，我有一计。老爷，京城来的宁臣宁将军求见，让他等着。老爷，不妥吧？宁臣这个人我听说过，才华横溢，只怕这世上无人能出其右。可惜了，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你先下去吧，不必理会。谅他一个时辰。是，老爷。可惜了，如此才情绝世的少年郎，就要死在这边境上了。他娘的，这孔建军好大的谱啊！嘘，孔永春是左相的人，自然不待见我们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忘了咱们监察司是干什么的了？来之前，这里所有官员的资料我都查了一遍。炸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炸！真棒！快炸！这位就是孔永春的犬子啊。那位就是孔永春的夫人吧？快啊！我靠！累了吧？别冲动，快点！这里是边境，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孔永春，他是这儿的监军，如果与他交恶，他只要给我们使点绊子，咱们将寸步难行。稳点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快跑起来！这种人也能够算监军？狗官！真棒！没完了，还看呢？走了。你哼什么呀？老爷，宁臣他们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他直接就走了？哎，哼，黄口小儿！
梁将军，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。你和孔监军商议的如何？此事不能告诉他，这不符合规矩啊！规矩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。此番关乎到将士们的性命。可他是监军，没他点头，恐怕不能调兵遣将。将军莫怕，我有陛下亲赐御剑，见到御剑如见陛下本人。老高在，你懂的。我们分头行事。梁将军，你镇守北陵关，洞开城门，接纳难民，10州诱敌。高子平严密布控，叮嘱孔永春，不得走漏任何消息。我带领火枪营轻装剑行，翻越峡谷，直捣黄龙。将军，宁将军所料果然没错，敌军人马充足，足有4万余人，正在向北陵关进发。传令各部，一切照旧，严阵以待。是。宁子，探查到了，前方正是左庭王的营帐，如你所料，守卫者不足100人。大选的儿郎们，如今陀罗国的左都大军正在北陵关与我军激战，这是天赐良机，我们要杀穿左都王庭，活捉左庭王。自大选建国以来，还未有人能打到这里。今日，我们都将青史留名，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儿女都会以你们为荣。将士们，在！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战，而是为国家而战，为子孙而战。国家安，则百姓安。军人的血性是什么？是敢斩一切来犯之敌的胆魄，是有拼死到底、视死如归的决心。现在，大敌当前，你们可愿同我一战？誓死追随将军！誓死追随将军！誓死追随将军！杀！左庭王，束手就擒吧。你是何人？认识一下，老子叫宁晨，来干你的人。你就是宁晨？宁子，你看。杀宁晨，事后愿奉上黄金5万两。我就值这点儿。老狗，你现在最好老老实实交代，到底是谁跟你通的密信？我要是心情好的话，说不定饶你一条狗命。哎，让我猜一下啊。北陵关监军孔永春，你怎么猜得到？直觉。走，跟上，拖下去，走。
臣子，搜出来了，这些都是孔永春通敌的罪证。你们说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进监察司以来，斩国舅，擒山匪，平外患，整个大选内忧外患，有志人士处处受限，可贪官污吏却四处横行。想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点事儿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当然难。人总是考虑自己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一旦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了。那我就搅他个天翻地覆。通知下去，清点战利品，把敌方的粮草烧了，给梁将军发信号，我们杀他个回马枪。是。报，将军，敌营后方火光冲天，敌军大乱。好，看来宁晨这小子成功了。传令三军，开城迎敌，全军出击。是。可以。带走。梁将军，好，干得好，干得漂亮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将军，一切安好，幸不辱命。将军真是智勇双全，左庭王已经被活捉，现在在大牢里，一切听将军定夺。好，果然是后生可畏啊！竟然还把军功让与老夫。今天我要为你摆一场庆功宴。走，将军，庆功宴先不急。将军看一下这些，这是我在左都王庭搜到的，左庭王可以来做人证。罪魁祸首就是孔永春，他不仅害死了谢将军，还害死了其余的5名将士。混账！这些都是我们大玄的好将士，个个骁勇善战，保卫大玄。没想到，竟然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臣子，跪下！准备好！臣子，朕让你猜准了，这货红地叛国，被我抓了个现行。拿！你个畜生！身为大玄命官，居然勾结外敌，残害我们大玄的将领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梁将军，先别激动。孔监军，眼熟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自己给左庭王写的密信，自己都不记得了？死到临头，你还要嘴硬吗？左永春，宁臣已经带兵杀穿了北都王庭，活捉了左庭王。这些密信就是从左庭王的王帐中搜出来的。畜生，就应该被千刀万剐！不承认没关系，等回了京以后，左庭王自会说出这一切。到时候，让陛下来定夺。来人，随本将军查抄监军府，相关人等一并羁押。等回京后，让陛下发落。是。起来。
老孔啊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咱俩又不熟，你花那么多钱买我人头干嘛呀？钱多了烧的。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，你背后的人是左相吧？杀死那6个将士也是左相干的吧？其实啊，兄弟，咱俩才是一伙的。我跟左相那是宿敌，我做这一系列操作，其实都是为了扳倒左相。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不如我来告诉你个秘密。你一定知道我刀斩国舅的事儿吧？那你一定不知道，我刀斩完国舅，为何啥事儿没有？因为我呀，我是皇上的私生子啊！你都不知道我当个野孩子每天有多累。左相那个死老头，天天想方设法要弄死我。不如你帮我，我帮你。你告诉我左相通敌的证据，等我扳倒左相之后转个正，然后我到我爹面前好好的美言几句，撒个娇，那说不定他老人家一开心就把你给放了呀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不过老孔，你犯的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你好好想想，你爹、你娘亲、你小叔、你大姑姐、你孩子、你夫……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那貌美如花的夫人不用死。你还记得抓你过来的那个死胖子吗？就是这样的那个。他呀看上你夫人了，可谓是一见钟情。他刚才说什么春风欲度玉门关，一夜7次不枉然呐。那个猥琐的死胖子现在已经在去你家的路上了。你们怎么这么无耻？过奖了啊，老孔，你好好想想。如果你后悔了，我现在就上马把那个死胖子给你撵回来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想好了，你喊我。等等，此话当真？我这个人从不开玩笑，更何况你现在也只能相信我，还有相信我那个爹。左相传给我的密信，现在全在京都。京都？密信看完以后不应该烧了吗？左相让我做的、犯的，都是通敌卖国的死罪。我知道的太多了，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杀我灭口，所以我就派人将这些密信暗中送往了京城。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，这些密信就会被送往监察司。只是没想到，最终栽在了你的手里。你这不挺聪明的吗？之前怎么回事？喝假酒了？北陵关的酒太烈了，是吧？放在京都什么地方？城外西市刘家埠行。我该跟你说的我全都说了，你赶紧去把那个猥琐的死胖子给拦住呀！恋爱脑，我的夫人呀！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好玩啊，还得是嫂。私生子的事儿可不能乱说啊！哎呀，这么一说，我都见人义父了。哎，爹在呢，我做见证。你有病啊！你这占人便宜呢！我好舒服，真是！你这边闹着玩的，老高啊，回你名声，委屈你了。哎，这都不叫事。其实他老婆，也不是不行。去你大爷的！走，收拾东西，回京都。是京都。
陛下，800里佳节，前线大捷，宁臣率军直击北都王庭，活捉左庭王，俘虏3000人。路经灵州时，还发现了一座金矿。北灵关守将梁京武正面击溃陀罗国4万大军。这个左庭王真是个废物！不愧是朕看中的人，少年英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小子总能给朕惊喜。先是金矿，又是活捉了左庭王，如此壮举，我大玄还从未有人做到过。宁臣震古烁今，独占鳌头，举重若轻，自在逍遥。那朕就封他为逍遥侯。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封侯，父皇，自您登基以来，还从未封过侯。宁臣军功在身，若再封侯，岂不是与本相平起平坐了？陛下，老臣觉得不妥。宁臣只是打了1场胜仗，便要封侯，那我大玄那些战功赫赫的战将，岂能服气？哼，于大人，论文，宁臣的诗词冠绝天下；论武，宁臣千里奔袭，活捉左庭王。而你们呢？老臣看宁臣之功，担得起逍遥侯这3个字。启奏陛下，臣也觉得不妥呀。宁子明，你疯了！宁臣可是你儿子。朝堂之上无父子，都是陛下的臣子。你，父皇，儿臣也觉得现在就给宁臣封侯，着实不妥。宁臣的确是劳苦功高，但他尚未及冠就拜将封侯，这……一群混账，尤其是太子这个蠢货，别人阻挠也就算了，你跳出来做什么？朕精心培养宁臣，还不是为了你？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。我自向山行，不知路不平，一锤一脚踩出个光明。